无你敢会当去？OK OK，你嘛免好咪哈？甲算。好，好安尼会使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7月16咱要来举行第43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的主题是医学讲台语。今仔日实在是真正咱有福气咱请到4位这个海内外的医生要来甲咱分享讲因对台语的感情，含讲因对台语的使用的情形咱迄个今仔日的进行的方式咱是要安尼就是讲每一个医生先讲20分钟剩1分钟的时我会小可甲恁讲一下讲20分钟了后，咱有5分钟，每一个人有5分钟的问答的时间等候这4个人总讲了后咱较来有一个综合的问答的时间好，安尼我就先来介绍第一位医生伊真有名啦伫咱这科仔内，咱若讲陈雷咱就知影讲伊是作家检采有寡人毋知影讲伊是免疫学的医学博士伊即摆人伫即个 Toronto 伊还阁咧伊虽然80几岁伊还阁咧咧看病人安尼好，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真趣味伊要用伊最近咧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叫做《肺癌探险记》来甲咱大家分享好，无请吴医师你就来开始。好，请正贤兄会当迄个 PowerPoint 第一张，有看到嘿。顶悬迄张。好，今仔日题目是肺癌探险记讲到癌，大家就真紧张啦所以这个癌是红的啦毋过今仔这个癌咱大家较轻松咧，毋免伤烦恼啦我来说明好，第2张，这个我一生到我甜地超过50档有3项代志。第一个是医学迄是我的职业第二是我的牵手第3是文学，我的爱情啦所以今仔日咱这个牵手的方面啥物才讲的啦咱来讲医学甲文学。医学的方面我是要讲肺癌文学的方面我来讲小说叫做《探险记》所以这个第2个题目会使叫做文学人生啦就是讲会介绍我医学甲文学的人生搁过来这张，搁过来我是安怎文学人生咧？因为我一日上快乐的甲一生上幸福的时间都是透早起来，大家拢还咧困的时阵我泡一个咱世界出名的台湾茶坐在桌摕一张纸一支笔开始在遐做梦这个梦比昨暗迄个梦较精彩啦因为昨暗迄个梦我袂当控制梦了就睡袂去醒这个梦我会当凊彩想凊彩写哩比如讲有一摆我咧想讲假使一个善良人常常得到100万、200万的，伊会安怎所以我写一篇小说叫做《开国公主》一个趁食少年查某囡仔伫即个公共饭店开国旅馆伫遐咧做饼扫伊不时咧说讲即间开国公主的套房我毋知当时才会当来住看觅一定是俗爽的所以伊使弄伊的男朋友去抢银行啦尾好抢到要到200万过来请大家家己看我免讲啦好，过来迄张，这个所以遮个好代志
即个人老了吼，我65岁正式做老人以后吼，会渐渐会改变啦吼。啊，有人甲我劝讲吼，你食了爱有营养啦，爱有好味吼，所以我开始收集吼，即个食老应该有诶病啦，老人病啦吼。啊，即个关节炎啦，高血压即个吼，即小儿科咱莫讲啦吼。我65岁迄年吼，就开始啦吼，准时开始会结尿吼，结尿就是讲要放袂出来，啊，毋放咧臭臭丁啦吼。啊，检查出来，我想中福子也知影，迄就是即个裂护腺吼，也是讲叫做前列腺吼。啊，我想咱台湾人应该甲叫做肋脂腺，查甫人诶肋脂腺。伊咧生辣子啦，一粒生辣子啊，迄个长大啦，吼啊手术啊口口咧，哦啊就真好势啊，炸叫吼。啊过来无偌久吼，即个心头会呛，吼，英文叫做 atrial flutter， 啊台语叫做心房肝狂，吼，乱跳，吼啊就是即个心脏诶电路速度，吼，小拍电啦，吼。通讲入去电诶，就是好势啊，吼，到当拢无问题，吼。过来老人目睭会花，吼，就是咱真普通讲诶，即个白内障，吼，换即个水晶体，吼，lens，吼，换水晶体就好势啊。搁过来吼，就较严重啊，讲做 heart attack， 吼，即个咱台语毋知要安怎讲，这实在名无甲若好啦，吼。即个心脏急性心脏病吼，就是即个心脏即个血管吼上大条高速公路叫塌掉咧，塌90%吼，就赶紧通管啦吼，囥镜仔吼，囥了就则好势啊，即摆走啦啥货拢无问题吼，所以安尼过4关啦吼，过来2冬外前吼，咱即个中国肺炎吼。流行诶时阵吼，即个我有一工吼，即个放尿会有血啦，带血吼。即个放尿带血吼有2款，一款会疼，一款袂疼吼。你想会疼较好啊，袂疼较好吼？当然是会疼较好啊吼，因为吼会疼诶大部分是石头啦，若袂疼吼，迄有诶无诶歹空诶啦吼。所以就真烦恼啊，可能是腰子生癌啊啥货吼，去检查，检查啦，通尿管啦吼，带即个尿袋啊啦吼，有诶无诶变一步讲毋是癌啦吼，是即个肋脂腺佫生倒转来吼，20当前诶肋脂腺，着佫通啊吼，创咧食药啊，佫好势啦吼。毋过吼，咱即个老人机器吼，上好是莫检查，你检查落去到底吼，有诶无拢出来吼。所以即个检查诶中间吼，发现讲即个气吼有3个污点吼，内面2点可能无问题，有1点可能毋是好空诶吼，着安怎呢？过来迄张，过来着爱来掠癌啦吼，爱掠讲是毋是癌安尼啦吼。第一关掠癌。掠癌吼，当然是第一步就是做电脑切片嘛吼，看讲生了安怎有较大去无吼，3个月后吼，真是有较大去吼，按0.9公分变做1.2啦吼，佫会光，迄个点佫会光，就是讲吼，迄个放射元素会吸收，表示讲吼，即个细胞的活力真悬吼，歹空诶吼。所以过来迄步就是爱做即个检采活体样本 needle biopsy 吼，一支针注入去抽物件出来吼，每一步讲抽无啦吼，抽无详细了，也是技术无好，毋知。迄个主任吼讲无佫做一摆，我来做一摆，我来做着倒遐母，即摆讲抽有。真欢喜啊！吼，真欢喜到尾检查出来讲，即个样本无够，无结论，着真害啊！吼，着甲即个外科医师参详，讲无安尼啦，你看是要做第3摆，
杜尖还是讲规气切挂挂咧，常常咧金门嘛是爱切所以就决定讲要做切的做这个切这个切条这个鱼的这部分切条落去检查就上界彻底这个切咱英文叫做 wedge resection 我甲翻译做角形切除这个 wedge 就是绳意思啦绳迄个形啦anyway 这就是角形切除所以就做切除倒手术台顶悬放互困去迄个医生伫我胸坎甲我除4空才放这个达芬奇的这个怪手放入去伊在外口在算电动的控制差不多要1点钟就切掉好真好势送去病理安尼检查我迄暗倒恢复室困袂去护士倒叫吵到困袂去过顿早起头壳麻西迄个医生来甲我讲讲啥我实在嘛听无清楚伊讲你的癌是叫做小细胞癌啦戆想讲这小细胞大概无代志尾较精神了后才想安尼毋对咧足毋对搁过来迄张这个肺癌咱普通分做两堆啦2帮啦一帮是乌手的咱叫做吗啡迄真正足恶质的一帮是德基迄就较无遐恶质这个 small cell lung cancer 小细胞肺癌这是吗啡一部分的足恶质的你上好的情形拢无断去，伫遐拢无叮当5当了后100个剩29个若小可有断去的剩3个所以平均的这个患者平均这个100个死到剩50个平均的时间是7个月到16个月，差不多1冬啦。我就真紧张我愈想愈毋对咧因为安怎咧？我迄阵拄咧写一篇中篇的小说叫做《过门花》啦迄是咧写天顶的一种花写到7成8成啦，还袂煞啦1冬我就无一定会写会好势咧拜托我的好朋友讲无你先甲我拍字我才较济时间会当继续写安尼搁一寡不来想的这个30-40工的手稿拢爱整理咧，迄实在无时间无够啦所以我愈想好搁过来迄张，我愈想愈毋对咧我过来我甲迄个外科医生讲啦，滚笑啦讲这实在无好啦，你甲我找看有别项的无啦伊知影我咧滚笑，伊讲好啦I see what I can do 我也甲你斗斟酌看觅安尼就准煞正2-3礼拜了后，伊甲我讲啦，伊讲你迄毋是小细胞癌你迄是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我翻做 B 细胞肺癌啦这算德基迄派的，加真好啦你这个若准早期发现拢无叮当着5冬的生存率是99%啦我的才1点几公分尔，应当是属于这类的。但是一般讲起来，这个平均这个生命是11个月1冬啦，换咱毋是足好康啦我想想咧，那伊佫甲我讲这无一定真正确我尾仔才知影理由，但是伊无甲我讲我想讲这若无正确若其他的可能性就是啥呢？照这个统计上来讲佫过来迄张这个第4关就是毋是这个头前佫过来这类
癌吼，就是较普遍的吼，较可能会得叫做腺细胞啦，吼，安尼咯carcinoma of lung 吼，啊，即个效果吼，甲即个第三关的迄个选择吼，实在是无啥差别啦，共款无讲真好啦，吼，所以嘛是无满意啦，无满意，吼，啊，我点点啊，无法度啊，伊吼，伊讲我搁甲你斟酌看觅吼，啊死啊毋死吼，差不多3、4个月后吼，伊敲电话啊，讲你来，我甲你讲话，我去吼，一个面笑笑，吼，搁过来迄张，一个面吼，啊第一摆有笑容，吼，伊讲吼，即摆搁改啊，吼，讲你即个病名吼，叫做 celiac mucociliary papillary tumor。哦，念我一大堆吼，啊，我甲翻做咱台湾话啦吼，毋知读了对毋对吼？鞭膜黏体粒状黏喙癌啦，吼，一大堆啦吼，较定才听福州仔兄吼来念看觅咧吼，啊吼，啊我即阵吼，啊伊甲我说明啦，啊了后我才了解，突然间了解为什么安尼诊断遮济摆拢毋对，甲我变来变去。啊，安尼拖遮久，吼，因为普通你冷冻切片随知嘛，吼，因为安怎咧？这是一个足稀罕的癌，吼，全世界也无超过80个病例，吼，啊，第一个病例吼，差不多20当前才发现，吼，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吼，也未有正式的名，吼，啊，治疗方法就是这个甲型切除啦。啊，到早吼追踪吼，拢无搁再发的，所以即个情形就袂歹啊吼。啊，我就甲讲安尼吼，我接受啦，吼。所以搁过来迄张，吼，这算做最后胜利就对啦，吼。搁过来迄张吼，为即个故事啦，会使讲我个人的经验吼，我来甲大家建议啦，吼。第一，你伫歹人的面头前吼。爱坚持你的立场，爱勇敢，吼，啊，袂使妥协，吼。第二吼，你若讲着爱着肺癌吼，爱拣迄个上少人着的，吼，啊名上长迄个啦，你袂晓念无要紧，上长迄个，吼，鞭膜黏液粒状黏喙癌，吼，啊，即摆吼，我3个月爱去即个电脑切片。啊，我医生啊，建议着我，就讲 You are my hero 啊，你是我的英雄啊，所以吼，哇，这个真可怕的故事变做啊，心sau啊，我写一个小说来，互大家分享一下，多谢吼。哇，这真趣味吼！诶，这文学家就是安尼，迄第二个买当写一篇小说安尼。所以，搁落来吼，咱有5分钟的问答的时间吼，啊，要发问的人吼，把握时间吼，爱问问题就好啦吼。啊啦，是毋是咱请即个这3位医生，看恁有啥物款，互恁优先哈。好来，好助你。我甲迄个单位遐回应一下吼，拄则伊讲迄个 myocardial infarction 吼，台湾话毋知要安怎讲吼。普通我伫台湾，我拢甲人讲心脏中风。吼，因为即马有人心脏中风，嘛有人目睭中风，嘛有人耳孔中风。因为中风迄个词，大家拢知影，就是形容来啊，就真恐怖。所以你甲人讲心脏中风，普通人一听就知影迄啥物件。对，这较有理，因为吼，这个英文名嘛真歹啦 ，heart attack， 啥物叫做 heart attack？ 迄个过60种情形嘛，吼。啊，咱对人翻译讲做心脏病，啊，心脏病百种啊，吼，迄种真歹的名啦。嘿，我同意。来，咱搁会当有2分钟哈，搁有啥物人要发问无？即个安尼生存了遐尼赞吼，大概
家己庆祝，啊，人生就较好过。所以有影在不幸中是大幸，恭喜。啊，是有影，嘿，好，安尼无，若无问题吼，咱刷落来第二个单元吼。啊，第二个单元是张福柱医生，伊即摆人住伫高雄，啊，你即摆来入美国吼？你即摆即敢是来摆伫入美国？ Santa Clara 啦，吼，来看囝吼，来看孙啦吼。看你来，孙对，你来孙查看恁孙有咧讲台语无？有哦。诶，哦，伊阮两个孙拢足会讲，是。哦，伊诶经历嘛真丰富啦吼，啊，伊即摆是现任哦，现任即摆70几岁，啊，个是现任诶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诶会长吼。啊，我定咧讲伊上大诶功劳是啥物款呢？伊就是迄个促成吼，即个台湾诶国家语言发展法诶幕后诶英雄吼，含迄个周清玉吼，才会咱诶政治上诶前辈吼，来促成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吼。啊，另外伊较，互我感觉较敬佩诶经历，就是讲，伊是长期迄阵啊第二局吼，第二局伫即个台南、高雄、嘉义遐吼，有举办迄个台语文化教室吼，啊，伊会使讲是二个牧师诶班长吼，兼市长诶啦吼。好，安尼剩诶，互你来家己来介绍吼，啊，你若要 next page，你甲我讲吼，啊，这是第一页吼。好，啊无请你讲。多谢梁光兄吼，咱各位先辈，我就无一个称呼啦吼。各位先辈，各位好朋友，各位有熟识无熟识朋友吼。我即摆伫美国算早起吼，大家较早吼，啊若伫台湾是已经10点外吼，10点半吼，可能嘛有人要困啦。今仔日梁光兄爱我来讲医学台语诶感想吼。阮伫高雄医学大学对2000年开始有做医学台语普通台语诶教学，到当嘛是已经22年啊，所以有一丝丝仔诶感想吼，来遮甲大家报告吼。医学教育伊诶基本目的就是要培养医学人才，解决咱患者诶辛苦病痛吼。我较爱用患者，我无爱用病人迄个词，因为患者是伤患，伊有可能有破病，但是伊若讲手挂一空，迄毋是算破病，迄是伤患。所以我较爱讲患者，我无爱讲病人即个词吼。所以医学教育是要培两个代志，一个是培养基础人才，一个是培养临床的人才，通来解决患者辛苦病痛的代志。所以若是安尼讲的时，咱就知影讲，医学教育毋是干那得甲人处理辛苦病痛吼，嘛有一寡研究。搁再讲辛苦病痛代志嘛，毋是干那讲食药啊就好啊吼，迄个中文定若讲什物对症下药吼，迄款用法其实若用咱医学角度来讲是毋对啦吼。陈立兴医师，我想大家拢有熟悉啦吼，伊一直就讲到台湾的医学教育，拢是重科技、轻人文、重生物、轻社会吼，所以阮迄阵有人伫滚算笑讲台湾的医学教育就干那培养一寡医学工人尔啦，吼，毋是真正医生，因为欠缺一寡人性化的基本思考。好，下面一张。所以咱就知影讲医学教育哦，其实对人性真要紧人性是安怎？当然就是甲咱的语言有关系哦。台语是75%台湾人的母语，这大家拢知吼。台湾的医学院，照我所知是日本时代真可能就已经有台语的教育吼。
但是尾啊，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来台湾了，规个拢甲废掉去啊吼，就拢无。一直到咱最近，大概是阮开始伫高一教母语了，迄个有赖基万医师，伊迄阵是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伊有来看，伊才感觉讲，真正有需要安尼，所以落尾手台湾的医学院的偏见，你若有本土教育、本土语的教育偏见的分数，拢会较悬。伫即摆来讲，是所有的台湾的医学院拢有本土语的教育，不管伊是教台语，也是教客语，也是教原住民语，即摆所有的拢有啊吼。安尼是算有较正常一丝啦。后面一张就写先怎就爱做医学的本土语的教育吼，大概有4个理由啦吼。4个理由下面我就一个一个来简单介绍。下面一张就写第一个就是医学的理由嘛吼。咱知影讲，有真侪人认为讲，若听无什么语的人，就叫因亲戚朋友来翻译就好啊吼。但是事实上毋是遐尼简单。有时啊患者伊有一寡私人的秘密还是啥，嘛无爱互因兜的人知影。搁再讲，咱即个医学内底有所谓即个西医啦、汉医啦、民俗疗法啦，真侪无共款的方式。你要甲患者解说，事实上是无遐尼简单。阮捌拄过一个例，就是讲，因为普通咱台语的讲法，拢会讲若喙焦是叫做较涩嘛，较焦涩嘛吼。阮捌拄过一个情形，就是讲糖尿病患者伊血糖控制了无好，血糖真悬，所以就喙焦。喙焦就讲安尼伤涩，就爱去创一寡凉的来啉。结果因兜的人去甲灌甘蔗汁互伊啉，就甘蔗汁啉落去，爽啊，有够爽的吼。血糖却愈来愈悬，到尾就昏去啊，coma。这就是讲，迄个台语人，伊对即个医学的理解，伊甲咱所读的科学的医学有真侪所在，甚至是相仿的。所以咱爱需要有伊会理解的语言去讲互伊听，安尼才会清楚。台语的文化有真侪是甲华语无共款的吼，譬如讲，你问患者讲有较差无？有啊，有较差真济吼。有较差是表示有加真好，毋是变真歹哦。这是台语的语法无共款吼。咱华语讲什么恶心呕吐吼，咱的英语嘛是 nausea vomiting。毋过若台语来讲吼，是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叫做喙沁，第二叫做扁白，第三叫空呕，第四就吐。喙沁意思就是讲，像咱感冒时感觉喙尾正正，所以咱爱要食迄个咸咸的话梅来含一下，安尼会较爽快。过来就是扁白，就是小可会想要吐迄个感觉啊。若空呕就是无物件出来，过来当然就是吐啊。所以咱台语会当分做4个阶段，这是相当精密的语言。可惜大部分的人拢无用我之前有一个真台语真老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叫做金大友，伊伫1996到99来高雄做处长。伊嘛足爱学台语，伊拢对阮做伙读。去拉吉奥台迄个甲学生上课，伊嘛对阮去安尼。有一摆我就甲伊问讲，你 nausea vomiting 你若像讲喙沁安尼，喙沁你英语要安怎讲？伊想足久呢，伊想到无，伊落尾讲说 I feel green。伊讲 I feel green 啦，所以嘛是真趣味吼。像讲咱即摆讲的迄个红耳，咱大家拢知影，红耳就是耳孔内底敢若袂出脱掉了迄个感觉。毋过即摆的少年家拢讲耳鸣。耳鸣其实是咱讲耳孔几啊叽叽叫啦。所以红耳甲
耳讲几啊会叫无共款，啊，毋过即摆的华语无法度，所以我有时会甲学生讲，你若华语要用，应该爱用耳塞，就是耳孔较调的嘛，哦。所以像即款来讲，就是有真侪语词，都拢华语是无的，哦。啊，我的同事就是电视中医师，捌拄过一个患者啦吼。迄个患者是蜂窝组织炎，啊药啊食真久拢好袂离。啊，电医师伊嘛惯势讲无语的，伊就甲迄患者讲，我送你这吼芳寿英若无正经食药啊，性命会乌有去呢。吼，啊，患者听着芳寿英，雄雄煞。讲应一句讲夭寿哦，啊，芳寿英医生哪会无甲我讲，会死人呢？吼，啊，因查某囝讲有啊，人患者医生甲你讲蜂窝组织炎啊。问题是后摆上听到蜂窝组织炎，伊毋知迄啥物件。但是你若讲芳寿英，吼百康，啊，紧就无人，伊听就知影芳寿英是会死人的。哦，所以即款就是讲，虽然你甲伊讲华语的医学名词，但是对伊来讲是完全无感觉的。你甲伊讲用母语甲伊讲，伊就知影讲这真严重吼。所以像即款，我咧想讲，即款若准患者去甲医生告，毋知会成立袂？医疗纠纷伫台湾来讲，实际上有1/3左右是因为沟通无好势。啊，我无迄个资料讲沟通无好势，是因为什么款是语言的问题，还是讲话表达方式的问题？我无迄个资料，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就是像咱拄则讲的蜂窝组织炎甲芳寿英即款的问题。啊，医学的理由，搁一个就是马偕病院主张是全人照顾，就是讲患者的身体、心理甲伊的灵魂拢爱甲救。哦，啊，这中间当然辛苦病人，你着开药互伊食就好啊。啊，若心理问题，你着小可爱了较侪时间甲伊讨论。啊，你若讲是要讲灵性的问题，哇，你用伊的母语以外，你无法度甲伊讲，因为伊会听无。哦，好，过来下面一张。所以医学的理由是真侪啦，吼。过来就是人权的理由，咱这我想大家拢知啦，吼。伫1996年有一个世界语言人权宣言，强调语言人权的要紧，吼。啊，伫美国的人嘛知，美国的法律伊有规定讲，你若英语无把握的人，你去医生馆的时，你会当要求使用你会晓的语言来讲话。哦，AT&T 真发达咯，虽有甲你帮助，但是台湾就无即款患者就无即款权利。吼，好，后壁搁一张。过来就是讲台湾人的主体性，咱嘛是爱顾吼。咱台湾的文化有南岛人文化、中国文化、汉文化、日本文化、西国文化、霸王的文化，有足侪种是海洋的性格吼。无应该受到统治者的束缚，所变做用汉字做主体的中国性格。我感觉安尼是对台湾人来讲是倒退吼。所以咱爱趁这个机会建立咱的主体性吼，这是台湾人主体性的理由。还有下面一张，过来就是讲，因为咱的母语嘛是一种世界的资产，所以咱嘛有责任保留咱的母语，互世界的人通好使用。哦，所以这是4种理由，咱爱讲爱有本土语的教育，就是安尼。好，下面一张，下面一张就是参考资料啊。吼，我简单的报告到这，多谢。好，多谢。咱刷来嘛有5分钟的时间，互大家来发问。来，等你遐有举手哈。啊，无我用毋着，即个，啊，我要拍不要紧，我要拍波啊。我嘛咧拍波啊一个，来。
吼，你这正讲有受过演讲训练吼，啊，所以会当足短的时间，甲即个安尼足复杂的即个物件，啊，甲即个医学的是安那爱用即个医学用台语的理由吼，啊，说明甲诚清楚。毋然安尼你搁甲讲你的资料的来源吼，搁有甲大家讲吼，毋是咧讲假报的，是真正的吼。安那无大家无问题，我来问一个问题。对，刚遐有人举手哦，随时阿关举手，啊，头我 Helena 嘛有举手。后来好，啊无安尼，即马迄个诶，丁先生你好，我是何丽娜，大家好。啊，丁先生，我想要借问一个，亲像你演讲讲的即寡台语的迄个古早的迄种，嘛毋是讲古早啦，即种迄疾病的迄个名词啊，敢有啥物字典啊，啥物会用个互阮查者？因为阮有当时阵，因为即马。有当拄着迄个老大人身躯白疼啊，因有当时讲迄个，阮实在是听无呢。以上，多谢。OK，Helena，我甲你讲吼，阮伫高一上课20几档，阮拢有讲义，啊，阮的讲义会当，我较顶爱找迄个 link 互你看，你会当去个 link 遐甲 download 吼，啊，总是因为这代志是咱民间家己做，而且干那我甲迄个电视中医生、外科的医生，阮2、3个人做尔。啊，所以收集的资料无讲介完整，但是一般咱伫要甲患者讲的语词，大概拢有伫内底吼。我较定甲迄个 link 寄互恁，啊，恁就会当去甲 download 吼。谢，多谢。买。啊，是讲有出版品的，互阮买。嘛，请你互恁给。是有，阮有出版过一本医学台文，无毋对啦吼。毋过迄本，因为即马事后看起来感觉无介理想，所以我袂去甲人推荐迄本啦。哦，明白，多谢嘿。对。个随时阿关嘛有举手，随时阿关。平安，福主医师，我想要请我是老台语瑞士台语社官，我想要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即卖大学生因去上即个课，因的台语程度毋知安怎。第二个就是较早敢若有一个医学台语的读册会，当时要搁开始办，是敢搁有咧办 ？OK， 第二个问题，我先讲吼，较早有医学台语读册会啊，已经自从中国肺炎了，阮就停起来啦，所以停2冬外。啊，即马看起来，伫台湾来讲，已经渐渐要收尾款，所以若收尾完，有可能伫今年年底会搁开始。吼，普通阮是拢1个月有一摆。啊，第一个问题较趣味吼。第一个问题是即摆大学生的医学台语的程度是做啥物款吼？阮上课，迄个阮拍甲学生拍分数，阮拢是用做迄个 video 来甲因拍分数啦。哦，就出席率看心偌济。啊，叫因用 video 看是自我绍介，还是设一个题目，互因来讲。啊，互因来讲，若是讲伊有文字，咱会当搁甲加分；啊，若有白话字，搁加较侪分。哦，阮大概拍分数的方式是安尼吼。啊，即马来讲，22档的即个医学台语的教育的过程，即马感觉起来较好的所在，就是讲。有愈来愈侪少年囡仔，伊会晓用白话字，啊是有一部分是用教育部万落，伊有才调用有文字个通去写，啊通去伫伊发表 video 的时，搁伫伊的咱讲 subtitle 吼，伫伊银幕顶悬会出现文字，这是较好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伫网络顶悬嘛，
看到有较侪少年辈的人伫遐在问讲我要学台语要安怎学啊，甚至伫Facebook 嘛有看到人伫遐写台语吼，这我顺便甲大家介绍者，就是讲咱爱去要求 Facebook 处理咱的台语，免怎要求。你伫你 Facebook 你要打文章的时，你着加一个台语的简单的就好啊。普通咱会加一个评论嘛，夭寿哦，哪会安尼？也是讲安尼真好啊！你着甲写白话字，写白话字啊，迄个 Facebook 会甲你翻译，但是伊的翻译因为是机器翻译的，所以伊会当作越南文甲你翻译，伊会翻译了，伊会问你讲我的翻译安尼好无？你才去甲伊讲有够老的，一摆、两摆、三摆、五摆，久来，迄机器人发现讲，这哪拢无好势是安怎？伊就会甲即个问题等互真正的人，真正的人看到，伊就发现讲，这甲越南话无共，所以年久月深 ，Facebook 就会想办法甲你解决，安尼伊就替咱解决咱的台语啊。这即马有像讲迄个 Apple 的 iPhone， 伊嘛有伫 Siri 嘛有伫创台语即马有真侪人创，迄个中华民国的科技部嘛有伫处理，但是咱就是真侪所在拢互伊通好发挥安尼。这是我的回答，多谢。谢张医师，龙岗遐即马佫有4个人举手，你要怎处理？何婷哈，咱先互何婷举手，咱来问一下哈。何婷，麦克拍开。镜头嘛拍开啊，咁其实我是想要问啊，我即马伫网络找过台北医学大学较有阳明大学，我看到所有的医学台语的课拢是选修，我所以想要问，敢有要修即门课的学生敢有多？敢有可能是有修的医生都会晓用台语，无修的敢有可能是大部分的医学生嘛无修即门课出来嘛袂晓讲台语，敢有即个可能？多谢。这就是台湾，我讲咱还阁是中华民国对咱还是殖民体制的所在啦。虽然即马换台湾人在换政府，但是迄个体制还是殖民啦。你家想看觅，你若要伫美国做医生，你敢有可能袂晓英语？你要伫日本做医生，你敢有可能袂晓日本话？但是伫台湾，就是会当袂晓台湾话做医生。我捌看过一个侨生，伊逐摆拢甲患者讲话，拢笑咧。有一摆阮甲问讲，你是安怎？哪会拢笑咧安尼？伊讲，我着听无患者咧讲啥，听无患者咧讲啥嘛会当做医生啦。医生的工作对讲话开始，嘛是伫讲话结束。就是伫中华民国台湾会当听无患者咧讲啥，会当做医生。全世界就敢若即个尔，剩诶无。真互人听着真悲哀啦吼。咱我阁看两个人吼，李教授、李清木，阁一个乌尾吼。咱最后两个问题啦，咱问了，咱就 move on 吼。请迄个李教授，你爱甲麦克拍开哈。迄个尽量迄个问问题较紧诶。我诶问题真简单。我是好尾，即摆是。咱先互李教授哈，你好尾即个哈，甲来讲哈，先互李教授讲。好。我诶感觉真简单一句吼，咱伫台湾诶医学诶学生会晓讲台语、医学台语诶，比美国诶患者讲医学英语搁较含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的大代志。所以恁大家遐尼拼熬，以上谢谢。
多谢李教授啊，较顶下咱再来听你的高见吼。啊，来，迄个即个好尾科大这位先生哈，李先生。我就是想要问讲，他拄啊张先伊有咧讲医学的专有的名词即个部分啊，因为我知影讲即个国家教育研究院嘛，研究院即马内底有迄个双语名词的翻译的即个网站，但是伊即马敢若翻即个国语即个部分尔。我是感觉讲，因为你即个台语即个名词要安怎讲的时阵，嘛是爱统一啊，袂使讲高雄的讲一款，啊台北的讲一款，啊即嘛是爱国家的力量甲加落，所以若是有机会的时阵，应该是爱对即个国家即个教育研究院即个双语专有名词的即个部分，嘛爱加台语落，才较好挂。这是我的意见，谢谢。光遐你无拍麦克哦，用光遐你麦克无开。迄个，迄个张医师，你敢要回应？还是？医学本土语本来中山医学大学是做必修，剩的拢选修。毋过即个中山医学大学伊本地有台语的，但是尾仔因为台语读完无前途、无出路，所以中山医学大学甲台语的汰掉啊。因即卖的医学台语已经改做选修啊，我所理解的是安尼。咱还阁无照道理讲，就是一定爱必修，毋若必修，而且爱相当程度的必修。但是咱即摆还是选修尔，这就是我阁讲的，市民体制就是安尼，无甲咱当做人。多谢吼，我来回应一个较乐观的啦吼，就是即马有咧讲即个语音课吼，台语语音课的吼，除了即个Mozilla 吼 ，Mozilla 有一个叫做 Open Voice 也有咧做吼，民间的，教育部也有咧做吼，教育部的即个 Mozilla 即个已经来分享过，教育部吼，即个北科大吼的教授吼，一个廖教授，伊8月会来分享讲因要做的做法啦吼。好，安尼来，我来分享吼，咱搁来讲者吼，是坐伫我。歹势，我补充一句话，梁光兄，我拄则甲我讲的迄个医学台语的相关的资料的 link 已经寄 Line 互你啊，则麻烦你等下甲打伫咱遮。多谢。好，我甲分享互大家吼。咱后一位讲者吼，就坐伫我隔壁即位吼，陈慧婷医生吼，伫阮南加州，甚至伫美国吼，伊算讲逐个人足侪人捌伊啦吼。伊是迄个太平洋时报的发行人。太平洋时报算讲是阮美国的社区型的报纸吼，所以到某一个程度，伊是报道咱台美社区的一寡伫其他的媒体读袂到的消息啦吼。伊阁也是即个北美台湾人医师协会的创会的会长吼，伊住伫阮厝边，所以伊今仔日透早吼来我弄门吼，所以好，安尼咱是毋是请你来开始来讲吼？好，这是第一张图。无啦，还佫一张，过，一张。来，对，来一张。OK，我是简单介绍我家己啦吼。我有号一个叫做台湾名吼，叫做胡丁宏爷。胡丁宏爷，我是19
无啦，2016年吼，我转去台湾，迄阵咧选举嘛，选阿英。啊，我转去诶时阵，我像咧伫花莲诶时阵，我就拜托遐有一个牧师，伊是原住民，啊我拜托伊甲我号一个咱台湾名啦，啊，所以甲我号做福丁洪爷安尼。啊，福丁就是伊甲我号诶，啊，洪爷就是我是迄落婚林县诶人吼。啊，阮阿公伊是住伫婚林县，啊，所以婚林县诶原住民叫做洪爷族，所以我全来号做福丁洪爷。我即马都无拢用即个名。啊，我知影马武扎福诶马武扎族啦吼。啊，马武扎你诶名嘛是恁可能遐是台中诶马武扎族诶款。OK，anyway， 我简单，我有准备一寡图吼，要互大家分享。这张是吼3月25、1974，我伫迈阿密咧训练做住院医师诶时阵吼，迄阵因为阮伫迈阿密吼有足侪，迈阿密是一个足热诶所在，但是足侪迄个老人吼。因按北方，因拢想要来迈阿密退休啦，啊，所以即个医生吼，即个开刀即个医生，伊就是按Ohio来 ，Pittsburgh 来，伊是伫迄个所在，敢若讲是足出名诶神经外科诶医生，啊，所以伊来迈阿密访问，啊，拄啊好伊。换伊开刀啦，啊！这开刀吼，这叫做 posterior fossa exploration， 就是讲后脑诶开刀啦，吼。后脑诶开刀吼，我这是伊，啊！这患者是头壳伫遮吼，啊！患者是坐咧吼，啊！阮有 ventilator 伫遮吼，气管插管伫遮，啊！阮都爱像讲。开刀诶时阵拢会流血嘛，啊，阮都爱pump即个血，啊，普通血拢是冷机机嘛，啊，所以阮都爱搁经过即个 warmer， 啊，再搁甲互伊入去，安尼，啊，所以即张图吼，我是迄个时阵头一张画啦，头一摆想落讲啊，来甲画咧看卖，因为伊开刀开8点钟啊，开太久咧，我这坐伫遐嘛无啥物代志通做。当然，嘛毋是讲拢无代志啦，阮都爱定听伊诶心肝诶迄个声音。万一若有因为这开即款刀吼，有当迄个空气会塞入去脑内底，啊，阮伫咧心脏遮，我会听到真侪杂音吼。我就爱紧甲抽血，用即个讲，阮都爱紧甲抽迄空气出来。啊，这吼，这就是种足趣味诶一个图啦。OK 啊，第2张。歹势吼，拄则有一个人叫做 Fish 吼，啊，伊叫我，你敢袂当甲即个迄个摕掉？所以你若 analog， 我无法度通去 move on。安尼。嘿，伊拄仔有一个人讲要甲伊即张图要甲伊藏咧，我看卖啊，所以我。你敢会当停止血淋，啊，搁重新我 stop here，OK， 我停来哈。好，安尼会使。OK， 来。而且第2张这是1982，这我买来 Long Beach Memorial 画啦吼，啊，这就是叫做 Triple A 啦 ，Triple A 就是吼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的开刀吼，啊，这款开刀吼就是因为伊大动脉破去嘛，所以你看吼足侪输血。
我都爱足侪迄个，都爱输足侪血液啦吼，安尼啊，而且即两个医生嘛，拢已经过身啦吼。OK， 过过，过过。啊，这就是我吼，我是比较较做足侪小儿麻醉、小儿麻醉吼。啊，小儿麻醉就是我甲囡仔抱咧吼，啊用迄个 mask， 我用 almost 100% 的 nitrous oxide 吼，或素，啊伊笑一个，啊就困去啊。因为伊拢无输着氧气嘛，啊，但是我就马上紧甲改做氧气，啊，这就是我的 technique 吼。OK， 搁第二张，啊，这应该是小儿麻醉一部分吼，啊，这我第1989翕的 ，OK， 搁来，啊，这是敢若我啦吼，我咧麻醉这个囡仔的时阵，就是这款方法。过来，啊，过来就是阮麻醉医生吼，拢都爱气管插管，气管插管了。插管。啊，这就是气管插管的方法吼。OK， 啊，我捌伫台湾民报吼，迄阵是1986。我有当伫遐捌甲因写文章吼，就是讲开刀房的护士吼实在有熬，因拢吼都爱应付这医生吼，安尼足侪要求，连要创这，连要创这，所以伊都爱足熬就对啦，所以伊都爱安尼，啊都爱创这，都爱创这，差不多拢都爱应付这开刀房的需要。OK， 过来。啊，像顶头一张吼，就是讲，迄开刀房的仪器吼有够多啊咧，啊，护士吼伫遐找拢无，啊，但这外科医生有当吼足歹的，伊拢我要填我的instrument， 啊，你哪会弄毋着，我个等伊煞。但即个现象吼，即摆已经无啊，因为已经禁止啊！医生、外科医生袂使接歹，外科医生甲护士甲大家拢平等就对啦。哦，我的意思是安尼。啊，这下骹一张就是讲，有当涂骹吼淡淡吼，啊这护士有当安尼，哇，都骨头安尼，趣味啦。OK， 啊，这就是咧样咧表现讲。这个护士都会足够，应付这医生的需要。啊，这张就是讲笑气麻醉吼，因为我拢用笑气嘛。这张图是敢若一个幽默啦吼，讲这个患者吼倒伫，伊个甲护士问咧，毋是护士，这算医生啦吼。甲揽咧，OK， 啊，这就是咧讲，可能咱讲迄个啥，腰椎麻醉吼，这张福州医师啊，你这边来翻下。啊，张医师，较等下你来个讲一下。啊，这就是我的方法吼。啊，但是这个方法是讲。毋是敢若普通的腰椎麻醉，就是讲，迄个你要放一条管入去内底吼，啊，咱都爱慢慢啊做，啊，到一个所在的时阵，向空气怎安尼入去，啊，所以我就停止安尼啦。这方法是较特别 ，OK。啊，这张就是咧讲。这个外科医生吼，你看伊目睭足，啊伊的手足认真咧做手术，聚精会神安尼啦，对对吼 ，OK。啊，这是眼科的手术，
眼科的手术吼，我都无看到目睭啦吼，但是就是讲阮边仔嘛是拢有这目镜安尼。OK， 过来，啊，这是手的手术，hand surgery 吼。啊，手的手术我就是患者嘛是伫遮吼。OK， 啊，这吼是1985年吼，迄个时代，迄个时代咧要拍即个 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吼，会来所 tripsy， 就是讲要拍迄石头吼，迄阵阮患者都爱互伊困咧水内底，啊，再踮水内底拍石头线。但即马技术已经改变啦，所以即马已经足进步啊。即马无安尼，但是这是讲迄个时代就是安尼。OK， 我过来。啊，即个就是吼，咱大家若知影吼 ，acute epiglottitis 即款患者吼，你袂使要互困的时阵，你袂使甲倒咧伊就袂喘气啊。所以你都爱互坐咧的时阵，啊，互输即个。nitrous oxide 啊，真紧，互伊困去，啊，你则会当起光插光过来。啊，这我是一种幽默啦吼，就是讲，这开小儿，这开刀吼，开这个囡仔吼，囡仔屁遮细汉，但是足歹看，啊，这个外科医生伊伫遐咧看。其他还有即个intern都爱求教啊。我讲啊，这拢无看的，因为光线足歹嘛，所以我讲即个医生吼，应该头壳甲开一空，然后光线入来，是幽默啦。啊，这是迄个医生若咧开即个 total hip 吼，啊，开 total hip 的时阵，因都爱规身躯拢穿即个。敢若袂输太空人迄款的衫，啊，这就是咧开刀的情形。啊，我咧讲，这样是一个幽默吼，就是讲，阮做麻醉的人吼，有当就是袂输，敢若是拢咧替因咧发落遮光线，因为外科医生吼，伊拢有当迄。光线足重要嘛吼，啊，所以阮拢替咧创光线代志。啊，这是咧开汤素 TNA， 就是讲开扁头线 ，OK。啊，这是咧开脚趾片，哦，啊，这患者伫遮，OK。啊，阮有当有开了足大箍的吼，足肥的，像这样足肥。真足肥。啊，我是较幽默的讲，我著遮开一空吼，我毋知会当看到伊。啊，伊的手吼无地囥嘛，所以阮甲调咧。啊，这是迄个血压吼，咧量血压呗。啊，讲手都爱甲调咧安尼。OK， 过来。啊，这是一个乌人医生吼，伊嘛足够啊，伊拢做小儿科、小儿科，啊，伊这就叫做 fundoplication。即款开刀就是讲吼，尾啊，阮拢巴肚来甲灌空气了后，啊，再用即个equipment甲插入去内底，啊，所以即个伊咧做诶时阵。伊目睭是咧看遮 ，OK。我即张就是咧讲，有当阮患者若开刀了，阮都爱甲送去恢复室嘛吼。啊，送去恢复室诶时阵吼，有当就是吊足侪吊足侪药啊，就对啦 ，OK。啊，这我会较幽默，就是咧讲，阮麻醉若咧开会诶时阵吼，啊，下骹差不多逐个拢咧困啦，因为逐个是，逐个拢休麻去啊嘛吼。
即张是我吼我是2009年吼，我退休迄阵上尾一张，我就是咧讲已经足闲啦吼，逐个要好困啊，安尼。这张我是讲，趣味啦吼，这有当你画一个人吼，就是讲，会当安尼几笔，就会当甲画起来。这是我爸的死友吼，迄阵。OK， 好。这张就是讲吼，1983迄个时阵，亚洲商报伊出一年尔。有台湾一寡长老教会的迄个报道。好，真多谢。叫李丰明哈，李丰明是1977年，伊有出版一个叫做《台湾语文汇报》。照伊的讲法，伊是讲，伊迄当时纽约搬来，伊调工来即个洛杉矶，办报纸。伊第一份报纸就是亚洲商报。伊就是讲为着要互较侪人，因为台美人抑阁无报纸。所以伫伊的见证的内面讲，伊办即份报纸怎甲台文拍无去，感觉照人仔拍算。在伊的讲法，亚洲商报其实是美国太平洋时报的前身啦，吼。好，来，尼毋知有啥物款人要问问题无？来，我感觉即个医生吼，足恐怖的呢。人伫遐病院，伫遐流血流滴吼，伊伫遐画图安尼。画图伊佫会感觉讲佫会安尼，会佫个耍笑亏吼。毋过吼，我是讲看即个图真趣味嘛，就是讲迄个陈永兴咧讲的吼，毋是敢若生物的一面啦吼。嘛讲到一个人性的一面吼，若拄着遐恐怖的代志吼，讲一寡较 humorous、较幽默的代志的时阵吼，安尼检查会互迄个情形较袂较尔紧张吼。后来，敢有啥物人要来发问？即摆有看到陈秀基甲苏神举手，迄个张医师嘛有举手，张医师伊可能袂晓举电子手，所以伊头挂咧举手，搁陈雷嘛有举手。所以敢是拜托，安尼无先互手机来问吼。来，手机你甲麦克拍开好无？歹势，我较办你嘛，毋是，我是要迄阵要拍迄个歹数的手啦。我有听到医生，敢会使中复迄4大点是安怎医学要用台语，我有听到尾啊2点。OK， 不要紧，安尼我吼。了，咱这会有录影吼，我甲录影我叫，我甲搭档咱的群组，好无？好，多谢。无来，迄个张医师，你有要回应啥物？来，拄只会听兄讲到迄个lamba puncture， 伊伫问我讲，迄要安怎台语要安怎讲啦吼？我。伫高一甲学生教，我拢甲伊讲半身麻醉啦。因为咱麻醉吼有局部麻醉，有全身麻醉，甲半身麻醉。普通咱咧讲半身麻醉，一定是讲下半身啦，无可能讲顶半身麻醉。所以咱甲人讲半身麻醉，就是咱医学讲的lamba puncture，互我拢安尼用啊。多谢。好来，陈瑞兄，你麦克拍开，请讲。我看即个陈医师画图足详细吼，我咧想讲，伊可能画足紧啦，无哪有遐时间通吼，也要顾病人，也要顾机器，也要顾一大堆物件吼，迄内面几来10项、几来100项物件吼，伊是毋是画足紧诶？陈医师？是，画足紧着。足紧，但是成一个轮廓啦。以后再搁慢慢搁加落去。画了足详细，搁做迄个呀。多谢。有举手，苏神。来，苏神。
来私人甲我家己啦吼，我是 Robert 吼，我是退休的眼科医生吼。啊，这陈医师我看这个图吼，我感觉冲击足大吼，啊实在是骹手足好啦吼。啊，咱知影吼，时常咧画图，因为我本身对画图有兴趣。时常咧画图是看图、相片了后，啊，尤其是今日已经有 cell phone 足方便的，所以你为遐开始吼，啊 catch 迄个 scene 吼，啊刷落吼，慢慢才来画吼。啊，拄拄啊吴医师问的吼，已经解答我本来想要问的问题啦，就是讲，陈医师吼是个骹手足紧啦。啊，我吼，陈医师吼，你敢若用吼，一个毛片还是 pencil， 有法度画甲遮好，实在是足无简单。啊，另外一个吼，我注意到吼，你大部分吼拢是82年、83年，就是80年初期，还是70年尾期，你咧画吼。啊，尾啊吼，敢若一张吼09年你要退休以前吼。所以我咧想讲吼，这个期间你是毋是原来一直无停咧画，是今日无表现出来尔吼？啊，上尾一个问题吼，我要 comment 就是吼，陈医师吼，当然你伫报纸有 here and there 有 show 的，但你敢吼有出专辑，甲你这吼汉咧宝贵的作品吼，啊，甲世间人每一个人分享。好，来，陈医师，请你来回应。我已经要83岁啊吼，我是北医第一届，啊，我感觉讲要倒来出一本专辑吼，嘛是无遐简单啦吼，所以我有咧想啦，啊，我拢有集起来，所以有可能吼，我若转去台湾再来出版，多谢。哦，佮有第二个问题，讲你画图拢是早期。这位医生，你来过来问一下，好吧？你要 follow up。廖医师，嘿。这是吼，陈医师，我要直接甲你讲吼，你画这个图是世界性的，所以我相信吼，市场是足大啦吼。啊，当然是我家己做医生特别有迄个亲切感，但是甚至啊，敢若讲，敢若医生这个世界医生都已经不得了人汉济啊，所以吼，我是感觉讲吼，陈医师吼，你啊，这是讲起来台湾人的公营啦吼，你哪会当安尼做吼？多谢，因为我家己嘛毋知影画这是好也歹啦吼，啊，总是就是讲安尼甲集起来，啊，我家在因为拢无甲等伊杀。一倒啦，一倒。忽然间有一个想法啦吼，啊，咱即个马武萨伫遮敖吼，啊，医学台语我看伊嘛栽培足侪伊的学生吼，医生，你来出一本吼白话字含英文的吼，我想这会大销啦。哦，啊，佮提倡白话字，佮提倡台语，哈，迄个马武萨哈，Dr. 马武萨，你敢会当快来回应一下好无？我实际上伫1993年就有出过一本医学台语，啊，因为我伫台湾受教育，你要叫我写英语，我无在调写。无啦，咱即摆就是甲我咧想吼是，咱会使出英语，啊甲中文，啊甲汉，甲迄个咱台语安尼啦，用台语写。嘿，好，安尼无，咱较过来，过来想看觅啊。安尼来，佮美惠拄好举手吼，咱最后一个问题吼，美惠来问。美惠教授。无，我拄验着嘿，歹势。验着吼，好，安尼无咱就来交互来介绍第4位讲员吼，李清木。我来迄个 stop sharing 者，已经无写 ，OK。我来介绍这李清木教授吼，伊算做讲，咱伫美国吼，伊是算讲一个真出名的学者吼。
伊伫即个医学期刊发表过300几篇，应该是400几篇啦吼。即个期刊的文章吼，伫即个医学期刊。伊退休了后吼，伊阁对音乐吼，伊现仔来啥物件，拢足有研究啦吼。伊退休了后几当前，伊才发现讲哦，即个台语较会遮尔水吼。伊有发现一个讲用即个音乐吼，迄个哆来咪的方法来标台语的音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是算做讲一个真大的发现啦吼。伊较特殊，我较特殊的伊的即个伊的讲法吼，伊是有用即个生理吼，医学即个生理含即个物理吼，佮乐理吼，含结合台语的即个特性吼，来发表伊的对台语的即个创建啦吼。无，我著甲时间交互迄个李教授，请。大家好，真感谢大家来做伙研究台音。我即马来 share 即个 screen 吼。我即马讲，恁有听到无？有真清楚。问题吼，好，迄落即个医学台语啊，恁遮先进真伟大。第一，即个医学台语名词都有问题，名词定了要怎写，佫是真大学问。写了要怎讲，嘛是真无简单。我对台湾台字我是无研究，我是最近发现即个台音足水的，世界水，所以水甲吼，就是讲无摕出来分享，真可惜。我即马是用英文版写一本册，也未发表吼。即马先参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吼，我是要讲台语语音之美。第一先讲调性，以后讲变调，然后讲即个注音吼。即个台语呢是非常有调性的语言，因为有八调。咱拢知影马牛，这因为调将即个字的意思完全变过，变颠倒变。不但台语真调性，佫是真有音乐性，真水。咱像即个即个软是米类，软真靠即个音来决定伊的意思。即个音调绝对袂使错误所以即个是一点。第二呢，我讲咱台语吼，根本上上要紧的是三个平调。三个平调是低平、中平、悬平。自然三个平调就叫做一调、二调、三调。自然是一调、二调、三调，就用做三线谱，这我家己写的。咱讲哆来咪，无一定哆来咪是较方便尔，哆来发嘛差不多啦吼。这小等再去讲。咱即个三平调呢，第一低平，靠、土、布、是。约过中平，落、雨、五、地，悬平，卡、三、光、汤。即个靠、落、卡，三调真清楚，一二三吼。譬如讲老阿公就是哆来咪，一二三啦，旧金山，老阿公穿长衫，参大裤带去旧金山。扇自然风去拄着大台风，哆来咪。咱我即个咱的台湾话真好听，咱的台湾话真好听。你若听较清楚咧，咪咧咪。咱着爱先注意一点，即个低平会使比路搁较低，这咱小等再去解说吼。所以即摆是三个平调，
下平、中平、三平，甲叫做1、2、3。然后佫有3个切调，嘛是下切、中切、关切。是安怎讲做下切、中切、关切？因为切调本来原来是平调，是甲切长尔。啊，切长用一个点来个，再加一个点，所以是1切、2切、3切。譬如讲，关切就是踢、滴、落、十，中切是得、压、伏、接个接，吼。啊，这个下切我小等再个解说。啊，是安怎讲切调原来是平调呢？切调是平调，讲到落尾切调尔，甲切去尔。譬如讲咱讲即个不管你讲长讲短，是平调，是咪？啊，这呢是一，用一甲切长尔。所以咱普通是听吼，毋知影讲是伊是平调，实在是你若讲较清楚咧，吼 ，OK。所以切调原来是平调变来，是甲切长尔 staccato。啊，咱的台语的切调，毋是轻音，因为会使讲足大声、落连、翘头吼，拢真大声。啊嘛不一定是低音，所以毋是轻音嘛，毋是低音，所以我就叫做切调吼，切调，下切、中切、关切。咱的切调呢，真水，是用生理上上简单的切音的所在来切。第一，2个喙唇，或者 P 切 P stop。譬如讲 lip， 这个 P 呢袂使听到，干那 lip， 喙唇甲合起来 ，sip 压，所以这上外口是双唇切调。搁较入面呢是用指尖来切，这是 D 切 D stop。譬如讲 D 是 D 啊甲一字哦，啊这个塔是塔啊哦，所以是搁过较内面呢是用指根来切，叫做角调个。譬如讲角是加啊，落是拉啊，指根。搁过呢是用声大 ，vowel stop 无音。譬如讲得是直接停，拢无动到这三位得啊说。所以咱台湾话的切调干那4个切法尔，非常的清楚，佫是上简单的发音部位来发出来。所以台语发音真简单，咱毋通甲创个困难去，真简单。安尼除了3个平调了，佫有3个切调，当然是有降调甲升调啊。所以降调甲叫做第4调，升调叫做第5调。譬如讲水、歹、米，是对3调落来。加米，对。啊，升调呢，敢若人、狗、蛇。是对低平升甲中平尔，无去升较悬。譬如讲，咱人是人，毋比讲中国话北京语是人，音较悬。人，咱是人。啊，这个5调呢是1调升到2调，所以小等咱要讲变调的时，伊5调的字会变2调尔。譬如讲。狗变狗王，所以5调是1调升加2调。安尼3个平调、3个切调，啊，搁一降一升。咱台语的音调就是安尼尔，8调。哦，8调是低平、中平、关平。讲是。2调是讲落。这是牙关来讲的讲啊，讲落。切调呢，足活泼，足关切，切法，中切。所以咱台湾的8调真简单，第
就是老阿公讲了足法法。这个法呢，是本来音是法，但是伫词内底变法。这个法呢是法变来的，所以咱台语呢台语这个假设拢是关节变来的，这些咱再去讲。所以即马搁讲一遍，台语是三平三切，一讲一声。老阿公讲了足法，真简单的发音。咱头拄仔讲即个第一音，加平会使搁较加，毋是讲来咪哆，会使讲来咪啦、来咪嗦，即个第一条有自由度会使变加。但是你变价呢，敢若讲无咧数，迄个数放真低。你第一条放低，就是讲从即个三条对哆来咪变到来咪数，还是来咪，还是哆来数，还是来咪啦，还是哆来啦，总是即个一条降价是在即个五条音阶内面伫转。五条音阶是哆来咪嗦啦，还是嗦啦哆来咪嗦嗦啰来啦啰来，所以台语根本是哆来咪一条一平会使降价，降价了呢，对三声音阶进入去五声音阶，下四声音阶所以基本是哆来咪，但是会当变第一条自由。要表示即个咱台语的三个调，我家己做一个诗，去做一个真简单的曲，要表示即个哆来咪。咱台语呢，同款即个话，用讲话的方法，还是用歌曲的咏叹调、如数，还是用唱歌，听起来同款。是安怎讲同款呢？差不多啦那么，咱的台湾话遮尔好听，是安怎袂是惊？阿兄，你免惊，小弟有心会来斗相听。咱大家小少一大阵来参与比输赢，一定有一日会出头天，互伊东西南北拢是行。这用讲的，还是你若唱歌，咱的台湾话的咪咪。遮尔咪落咪咪，落咪咪落咧是安怎袂死惊？阿兄你免惊，所以你安怎讲？用讲的、用唱歌的，还是用咏叹的，差不多啦。所以表示讲，咱台湾话确实是，你若无注意是听袂出来。你若注意听，台语是三平调。这个三平调呢，是世界伟大的，因为动物内面，敢若人类会晓平调，敢若伫唱歌，敢若伫摇马铃。即个平调摕来做语言，今日有一个平调尔，是天天。咱台语有三个平调，悬平、中平、低平，所以台语是非常的音乐性。讲台语敢若伫唱歌。搁过咱来讲变调咱台语的变调有规则，毋是讲变来变去真歹记，变得真有规则，你免记有哪会晓？变字的时，就是讲你若台语一字若做前字的时，前字 forward 做前字的时，拢变调，无例外。伊个变调拢照规矩，循环变调。这个呢？就爱先真清楚，台语是低平、中平、悬平，四调是对三平降落来。这个观念就爱清楚，这是照物理的排法，因为每一条的中咪甲咧的迄个声的频率的差别是12.25%，所以咱台语的咪甲咧，台语的悬平甲中平。迄个音程等于音乐的一个2大度，就是
major second 吼的音变，甚至讲一调放松以后，嘛是变音乐叫做小三度吼 minor third 吼，啊是安尼。所以咱台语不管你是照罗厘咪还是罗放假，拢是平调。啊，伊的平调要循环呢，照顺序转去别调，转去另外隔壁调尔。隔壁尔，毋是讲变来变去真歹记，免用记，免死记。4调变3调，3调变2调，2调变1调，1调转来4调，搁来3调。即个循环变调，搁变去隔壁调，即点太伟大了。即个台语古早毋知啥物人创死的，真厉害吼。譬如讲，若做前字的时，前字吼，前字，山是3平，参、天、乌，拢共款变2平。山变山，参变参，天变天，天，山饭裤，三变字，乌变乌鱼，啊2调呢，饭变饭时，两变两人，2调变1调，中平变隔平，大变大路。一平呢，裤变无落啊，变转去4条，裤变裤骹，布变布料，所以做前字照顺序变调，变到即个档呢，即个4条就是降调吼。关平、中平、隔平，降调是对关平降落来，所以既然降调是对关平降落来。即个降调本身做前字的时要变调是等于3调，当变当元，歹变歹人，通变通挂，走变走路。所以根本上的台语3个平调，啊个第4调就是直接咧转尔，真简单，你免记，转去隔壁调就是啊。啊，咱有讲即个5调，5调嘛真水。这个5调吼，这个5调免怎变调呢？5调本来是低平先甲中平，敢若讲人、猴、蛇，所以伊做前字要变调的时，5调去2调尔。譬如讲锣变锣鼓，蛇变蛇王，无变无彩。所以就是讲5调变2调，哦，实在是5调变2调。就是讲1、2、3、4伫罗厘咪咧转，5调本来是1调甲2调的中尔，倒转去2调。所以1、2、3、4、5拢是伫罗厘咪咧转，中平、关平、下平咧转吼。所以台语的变调非常有规则，啊，这个规则是天然的，是照自然的生理。真伟大，真水啦！这个7调呢，咱头拄有讲过，7调有若是平调甲7调尔。这个哆是哆恶甲7调尔，哆啊恶是恶，是中平变中切，关平变关切。伊要变调的时，咱头拄有讲隔切无单字，所以变去以后，做人的前字。无中平，毒变毒药，毒，即毒变毒，灭变灭，灭变灭芳，不变不作。中间的恶，即个恶变恶人，国变国立。所以7调呢，嘛是照规矩，有若直接咧转，嘛是伫罗厘咪咧转，啊，但是较简单，关切变隔切，隔切变关切，搁较简单吼。所以整个台语的变调就是安尼，关平、中平、隔平、降调、升调、关切、中切、隔切，伫遮咧循环变调。
啊，切掉另外的循环变调，关节变结切，所以是关节变中切，唔是关病变中病，中病变结病，循环变调非常的清楚，真简单啊！啊，咱讲台语有几条？做单独字，做原字独立字，7条尔。因为结切拢是对关节变来的，毒是毒变来的，所以独立字7条。咱有当时啊讲台语几条讲袂清，实在是真清楚。做独立字7条，安尼若做人的前字呢，6条。东园山顶饭时裤脚恶人毒药6条，6个尔。啊，这两个前字甲后字共同的是5条尔，啊，拢总或者8条。咱若要读这个8条，感觉真复杂、真艰苦，其实是无，因为台语是具有3条，3条，7条嘛是8条变来的，所以台语是3条，毋是10条。吼，啊，咱每一个前字呢，拢变到伊的隔壁条尔，真清楚吼。关病变结病，所以台语的声调是老阿公讲落足活泼，台语的变调是循环变调变去隔壁调。所以台语的变调呢，一般讲实就是安尼吼，变去隔壁调。咱这个病调呢，动物内面敢若人类会晓，但是水里对，水就讲全部人类拢共款，不管什么人类，伊的落来咪3个病调共款，伊的音程2调甲3调的频率的比例是1.1225，这是世界人类的声觉的道理，哦是。所以，咱普通时呢，咱一个人的头脑袂当同时控制8个物件，所以若无规则要研究这个8音不可能。何况这8音内面随时要变来变去，所以咱讲真歹学。好佳早的台语真好讲，是安怎呢？伊是天理生成的，物理、乐理、生理。拢是自然的，因为自然，所以变真简单，循环变调。啊，这若用别款方法呢？你讲第1条变7条，2条变1条，3条呢，4条呢，5条呢，真歹学三无。咱甲讲循环变调变去隔壁调就好，吼，隔壁，这个是物理甲人的本性，吼，本能。所以上水的呢是这个循环变调，你当找原调，你循环变调是43214米了咯，要找原调呢，找倒转去就好。所以比如讲保护，你听到保，你知影讲做单字伊是保，哦，是保隔壁调。用心是用，咱知影讲用这单字是用，语音这个语，咱知影是语，也是语吼。啊，7条嘛是安尼，咱讲白话，咱讲白，就知影讲是白变来，所以这个当找原调，这是真好。哦，就是讲举一反二，上少嘛举一反二，所以台语教学应该无遐尼困难。你听一音，你就捌2音。循环变调，可会当找倒转去，吼。啊，搁过咱若有时间，我来讲，我为着要注这个调，就爱注音，所以我开始发展这个注音。我找台语的音，到底台语需要几个音母？咱讲是音母吼，我找来找去，台语需要24个音母尔，比英语较少。这是台语的24个音母。你参这个波破莫佛来比，波是波，破是屁，莫是咱无佛，
咱无支持是这拢无拢抬掉。安尼用英语共款诶，咱无 V 无 W， 但是咱台语需要几字啊？特别诶，这字是老母诶母，这是上简单诶国际音标内面上普遍诶两字，马头甲柑嘛，马头甲柑嘛，柑嘛是牛啦，鹅吼，马头是母啦，母柑嘛吼，这是这个是偏音符。就是讲，即个以后的母音都要加偏音符。这是这个呢是台语足重要的话，台语足侪所以咱需要24个音母尔。啊，这个24音拢是国际音标内面上简单的几字，大部分是英语，所以学英语就会当学台语，注音吼。啊，每字一音。这无需要一字拼两音，就是讲这是册，这个册是德语的册，因中文的拼音嘛是做册，这个册啊，无需要CHE 吼，这是是 NG， 咱无需要用 NG， 因为 NG 是古早有 N， 啊了无法度再加 G， 啊咱即摆直接用 NG 就好，无需要用两字。咱直接开始用 NG， 所以每一字一音，安尼吼。我经这两个片仔音符呢，这是大象的鼻子，大象的鼻子，大象鼻子左边是鼻音符，是母音偏音的开始。这个呢，大象的鼻子的右边是偏音的停止，人的吼。所以是大象的鼻子左边和右边，这是这是譬如讲，唱片真长，唱呢是u 加偏音变样，u 变样，样加车就变枪，片仔呢是加变片，唱片真长，无调，唱片。真长是相当啊简单啦吼，啊这是另外一个拼法，我无研究吼。唱片真长，这是鼻音符的举例。啊，所以咱头拄仔讲这台语，敢若需要24音母尔。这是啥物24音呢？咱有一个用台湾字来做根本，老爸的爸是这个爸。老母的母是这个母，做伴的是屁，啊的是这个这刀是大，讨是听，来是来，这是鸡，这是鹅，敢若牛，这是空个烂，科烂，车热是乳的热，字。70字，这个 J 是Japan 入啊，Jane 是早，所以70字色NG 啊，这是偏音符。E R A U O A 6个母音，咱需要学。这个偏音符都写在母音的头前 ，E 变 E，A 变 A，吼，所以咱的24音母用简单的24台湾字来固定。啊，这24字呢，要安怎讲？讲这爸母伴有人客吼，伫大厅内倒脱了，鸡鹅先空互烂，搁有点心。72声圆啊，E R A U O A 安尼是台语的24音母。咱以前伫学英语的字母，26字母，毋知得学偌久。咱即马这若搁加念过遍啦，拢会记啊。爸母伴伫大厅内，鸡鹅空互烂，72声圆，E R A U O A
就是讲食青草，台湾式的青草，邀请你来食青草。所以咱台湾语呢是足有调性、有音乐性，非常的水。伊呢这么洒脱、精细，佮讲真久，历史上各种的压力，即马还佫真纯粹，台语真清楚，佫真有顺序。我相信台语是真聪明，是天才，还是圣人，还是上帝的 creation， 哦，无简单啦吼。另外一个有可能的讲法，上帝创造是基本于咱的物理、生理甲乐理。譬如讲哆来咪，来甲咪，这是大字度的音程。这个大字度的音程，咪甲来频率是差12.25帕，世界的通用的。咱其余三平调，伊这个音程呢，是咱人的内耳内里的构造嘛是已经决定啊，是天生自然生理，是参咱这个内耳的罗列甲咱的听觉的头脑决定的。所以咱台语是非常的有音乐性，非常的有调性，佫非常自然，佫有物理的基础，佫照生理来。另外一个有一个小插曲，咱讲台语是河洛来中原的古语，台语伫中原的时，就是日本人对中原摕殖民去的时候，台语伫中原流行的时，就是孙悟空甲三藏去取经的时，所以孙悟空甲三藏。有可能是讲台湾话吼，是不是有呢吼？到过我讲两个 slide 来讲，这个台语注音真要紧。你讲是咱时间吼爱控制，因为即马已经好，我个一个 slide 两个就好啊。咱讲台语就爱注音啦吼，调性爱清楚，发音爱清楚，偏旁都爱重视，会讲拍字上好吼。譬如讲。这好母免来讲，好母咧是好母呢，好母好母，你若要娶某都爱娶好母，毋好娶着好母，所以这个注音真要紧吼。咱讲一个，今仔要讲医学台语，咱嘛讲一个台语注调甲注音的，举两个例子啦吼。咱讲法语讲死死的死死是死死死。是都爱注音真清楚，是，个一个呢，我讲这个就好，咱只要顺顺变调。咱讲官府丈人的官府的丈人，这是家庭甲社会甲医学的急诊，真急诊。官府丈人的官府的丈人，官府丈人的官府丈人。应该就爱注音注甲真清楚，若安尼才较会当教台语的医学台语。官府丈人的官府的丈人，官府丈人，官府丈人。好，以上多谢。好，多谢。好，安尼吼，我迄个李教授，即个即个要讨论的时间吼，咱来刷来即个。综合讨论迄个时间吼，所以即马咱先请来即个单位，你有咧，咱来时间到单位讲5分钟吼，兼回应。拄仔你要讲迄医学台语迄个文献吼，请你来分享。多谢即个机会，我用差不多五分外钟的时间来放一个 PowerPoint 吼，介绍古早2本。用白话字写的这个医学语言的册吼，请正贤兄你放这个 PowerPoint 第一个 slide， 第一本吼叫做
医药手册吼，这是1975年吼，好第2页。第2本是内外科看护学，这真出名，真侪人可能已经知啊吼。好，过来我小可讲一下，这个内外科看护学吼，是这个戴仁修医师吼 ，Busher Taylor 吼，伊编的吼，伫1917年迄个大正1年吼，大正1年。就是日本时代啦吼，伫东京出版的吼，伊迄阵咱台湾伊讲有做佛摩萨吼，较定咱看封面就知。好，过来第迄页，这医药手册吼，我拄则有讲是 Marino Language School 伫台中，1975年吼。伊内面的即个字的排列吼，大家看卖好，过来迄页呀。第1纸倒边是英语吼，中迄纸是汉字的台语吼，正边这纸是白话字吼。好，过来，即个看护内外科看护学吼，是1912年吼，大正1年伫东京出版的吼。过来迄页，伊内底真详细吼，有解剖学，照即个人体各个系统，逐个系统拢有讲到吼。有看护学，安怎顾病人，安怎拔喉带吼。安怎阁有即个实验学，安怎培养细菌，分析即个血吼、痰、尿，种足详细，拢总要到700页吼。好，过来这页比如讲，咱即个手目手目即个英文叫做 wrist 吼，即个骨头。有画图出来，阁有即个白话字的名称吼。好，过来，即个解剖学吼，即个腰子的切面吼，下底即个每一部分的名拢有注明吼。过来，安怎照顾有人的头毛，所以。伊是病人看做人来款待吼，破病时阵，伊个头毛嘛爱替伊照顾，爱替伊洗吼，安怎洗法？好，过来，这是灌肠的机器吼，会教护士安怎来灌肠吼，过来，这就是实验室的家私吼。安怎培养细菌吼？遮用的家私吼，话即摆也咧用吼。我想是安尼尔，敢是了啊？也一张吼。安怎教即个护士安怎来绑即个头壳的喉带吼？用2群安尼互相绑吼。过来了款吼。也有，好，伊即个700页内面呢，最后一种吼，是这伊的所有的即个字词拢甲整理起来吼。倒边是白话字，中迄撮是汉字的台语吼，正边是英文吼。伊伫即个戴仁修伫即个画头内底有说明。讲因咧收集、咧决定即个名词的时阵，医药名词的时阵吼，有注意2点：第一，医学上爱正确；第二，爱会当互一般毋是医学界的人会当了解吼。所以因即点足注重好，多谢大家。这是咱台语真珍贵的即个资产多谢。
呀，多谢单位安尼，个甲咱介绍遮诚珍贵的资产吼。啊，咱今仔日时间就拖较晚吼，但是咱拄则还有5分钟，即个李教授的问答的时间吼，所以即马咱先即个5分钟，若讲有针对即个李教授的遮presentation 吼，有要发问的人会当即马来问吼。好，来了，咱5分钟了，咱会当台湾即摆真晚吼，所以5分钟了，咱就节目就来正式来停止吼。欢迎讲要留落来开讲的人继续留来。我有看到陈兄举手吼，我请陈兄你来发问，好无？好，多谢。我吼先开始写即个台语文写作吼，先开始足早就有一个感觉吼。咱台语吼，咧写台文的时阵吼，除了像咧写英语的迄个方法、文学的方法以外吼，也有一点足特别，就是即个音乐性，台语的音乐性。有当时啊吼，我若写了走进去吼，即个音乐性就改成唱歌变调去，唱走蛇去，感觉袂顺。我吼30-40档来拢毋知影啥物原因，但是吼，迄个音乐性吼，印象足深啦，吼。我看到一个月前看到李教授的文章吼，会使讲论文啦，我想讲，遮简单的代志，哪会无人较早提出来讲，吼？实在李教授即个 insight 吼。实在要帮忙了解台语吼，是足特殊的一个发现啦，会使讲发现吼。多谢李教授。歹势，多谢多谢。你，我有一个问题吼，就是若李教授你咧写的字吼，我想是比咱即马咧写的字的台语吼有较好。但是要哪样来改？你有啥物办法？因为你有几落字是新的字啊，要哪来改？这是靠大家的努力。我是发现这个顺环变调甲这个调性这么清楚，是将这个发现参人分享尔。找来找去，要找这个24音母。我若有想，我就爱尽量简单，因为注音就爱比字本身较简单。你若注音比字较歹学，煞颠倒变，敢若讲用汉字伫注迄个拼音的音，安尼就真艰苦。所以这个拼音注音一定都要真简单，才会当用拼音来教这个汉字。所以我才尽量讲用简单实在。不管你安怎写法，台语是24音母尔。这每一个音母，我是主张讲愈简单愈短愈好，因为这个册吼，阿尾册本来就大家拢知影册啊，德语的阿尾册啊，即马迄个汉字用电脑咧拍嘛是用册啊吼，所以是尽量用简单的注音方法。来帮忙汉字，毋是讲用汉字要来注这个拼音的音。OK， 所以李教授，我嘛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啦哈。所以你即马你即本册内面哈，你这是算做讲是注音啦哈，注音的一个注音系统。所以我有注意到讲，你即马即个中文哈，咧中华民国内面的波波摸摸哈。迄个注音是用迄个3点水的字啦，吼。你遮写的是用即个言字旁一个注音啦，吼。所以你简单，我若安尼来讲，了解毋知对啊毋对。简单来讲，你的即个创意，即个题语，基本上就是用即个国际音标，佮加上即个音乐性的即个3变调，即个3调吼，即种的方法的注音方法。所以，即个注音会当用来注汉字，同时吼，咱嘛是会当甲罗马字
就是讲白话字，咱百外档，就是包括讲即个拄则咱看的来外口看互学遐个使用的白话字吼，甲伊当做一个正式的一个文字，不管讲伊过去伊的写法拼法吼有寡无合理的所在，吼像英文嘛有足无合理的所在，所以英文虽然是拼音文字，总是嘛阁有需要一个音标，国际音标去甲注音，所以若是讲甲即个白话字当做是一个咱台湾正式法律会当保护成立的一个文字，用即个注音符号，或者讲用即个国际音标，佮加上咱台语特有的即个注音法，来用安尼来，你敢有赞成？嘿？我的意思就是讲，因为我台字以前拢无研究，最近是发现讲台音哪有遮尔水，有一款系统，所以用上简单、上正确、上清楚、佮上短的方法来注音，会当注汉字，嘛会当注台罗。拄仔我有写讲唱片是车、样安尼尔唱，片是批。片，所以会使啊。对啊。这是敢若纯粹是从发音的观点来讲尔。我是希望将这个发音从足简单，实在这个简单是自然的。台语本来就是遮尔水，遮尔简单，佮照这个乐理，照这个物理，照这个生理来，所以真简单，免学就会。若要学呢？毋免1点钟的上课，我拄仔安尼就拢，我所捌的拢讲完啊。台语发音就是安尼尔，佮过是应用，多谢。咱遮过最后2个问题啦吼。我拄仔看到即个诗人吼有举手，佮一个林志美有举手，咱就正式来结束，了要留来，较来留哈。所以你敢是细聊吼，敢是聊细聊，嘿。来好。我是要问陈雷啦吼，就是讲吼，迄个戴仁寿迄阵迄本册吼，1916年、17年吼，谁那伫台湾相当有出版的能力，谁那会伫东京出版？迄阵台湾属伫日本。歹势，我讲吼，咱敢是先较顶再过来回答好无吼？咱先针对即个李医师的问题吼，咱迄个地米吼，请你来发言，了咱就正式结束，了较过来，较请陈律过来回答继续讨论。我是以一个初学者的即个印象来比较讲，即马李医师介绍的即套甲过去的。因为恁真侪位拢是对即个白话字真有研究，我是旧年秋天才开始有即个接触到即款的台语的写法，所以我是有一个敢若讲迄当时接触到即方面的是的一个感想。基本上我的感觉是安尼，李教授咧介绍的即套若是完全以一个初学的人来讲，是真好接受的我也会赞成。若是讲咱过去无其他的即个方法，甲已经真侪文献的资料。因为安怎讲呢？基本上我感觉有2点无同的所在。咱台语的即个变调实在是有规则，这无管是旧的还是你医师咧介绍，这点是同款。上无同的就是讲，即个名称什么或者倒一条，第1、第2、第3、第4什么调。上头咱过去咧介绍讲台语有8调，迄个8调的顺序是无一个规则咧排即个顺序啦。所以要爱知影讲倒一款的发音是或者第1调，倒一款或者第2调，这古早的这方法这本身就爱需要一个记，爱一个方法来家己记啦，较麻烦。
所以我迄当时咧学的时阵，其实我著甲迄个八条，就是嘛是照安尼音符安尼来排。所以对于即个李医师咧介绍讲用哆来咪即三还是哆咪嗦即款的排法吼，啊，甲迄个古早的即个调或者什物调，你即马甲号出哦，你的1、2、3、4、5，你的即个叫的名无同啊，这是一个上大的无同的所在。你叫的这1、2、3、4、5较好分别，较有一个logic。音摆咧分的迄1、2、3、4、5、6、7、8，迄个八调吼，较无一个逻辑的迄个顺序。所以变调本身吼是恁两派讲的是同款。另外一个无同的所在呢，我感觉就是讲，对于即个上无同的所在，就是即个你讲音符吼，咱的声点的即个标志吼，因为咱咧美国是尽管是讲咱有D啦、哆的声甲托的声，所以从自然就是用 D 甲用 T 来表达吼。但是咧即个白话字，也是咧即个闽南语的迄个或者教育部迄套吼，拢毋是安尼真简单用 D 也是 T 啦。所以对我迄当时的初学者，即个嘛是一个着爱搁特别学的较歹，记个敢若较无啥合理的所在。所以即个李医师伊对即点着是较有甲解决，即款的吼，伊用迄款无同，所以自然我嘛是有迄款的同款的想法，所以会真好接受。问题就是讲，咱已经有2套，即马要搁改过另外一套，这是当然是一个真大的困难吼。所以我是分享讲我以初学者的即个感想吼，来甲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多谢。好，多谢 DV 这个问题吼，就是照我拄则了解我的发言李教授也真赞成，就是讲，其实伊伫遮毋是咧主张一套新的文字系统啦，咱是甲白话字基本上是一种文字啦，毋是一种拼音啦。毋过白话字伊到尾有无共款的腔口，无共款的写法，所以若是讲有一个音标来注白话字，虽讲咱对咱拢讲较强势腔的人来讲，吼。即个白话字会使讲足 phonetic， 但是若一寡弱势腔的，伊是讲鹿港腔的，讲宜兰腔的，伊伊嘛是像英文安尼啊。你讲英文了，伊嘛阁有需要一套音标啊，所以我的理解是安尼，是李教授伊毋是伫遮讲要过来 propose 一个新的即个台语文字的系统。伊拄则伊嘛有讲着讲，伊对即个台文即块。伊嘛是共款是初学者，伊就是讲，伊即个生理、医学、物理即种，佮加上伊对音乐的理解，忽然间发现讲会当用一个真简单的方法来注即个音调啦，李教授，我安尼甲你替你回答吼，毋知有妥当啊无啦所以若了，我知台湾即摆已经12点外所以中光遐，所以是毋是？透久啊，吴医师吼，会甲迄个廖医师回应，拄仔讲一点啊。另外就是吴明基先生，教授即嘛嘛举手，咱互伊即两位拢问了，咱下来结束，好无？咱即马请单位继续回应迄个廖医师。好，安尼是毋是迄个李教授，咱迄个你的部分这5分钟，咱就到即搭停止吼。咱两位，咱就请即个单位兄含迄个吴明基吼，来讲吼，讲了，咱就来结束吼，结束了，若有要去讨论的，去综合讨论，咱较去转来，安尼好无？好，来，咱请单位兄先。咱回答啦吼，就是伊迄出版的时间是1912啦，1912吼，大正1年啦，1912啦，吼。迄阵台湾是属伫日本嘛，吼。你看伊出版的迄个所在吼，伊是讲做
Formosa 哈，伊即个伊是用即个长老教会即个名出名，伊是迄个用 Formosa 来讲台湾出版的是东京啦，所以是迄个关系啦，好，安尼回答吧哈。好，来请迄个吴先生。你讲我遐？是吴明峰。我是吴明峰，毋是吴明基吼。sorry。不要紧。好啦，迄个针对你头拄有人刚刚问讲，迄个是安怎8条安尼排列吼？我先做一下回应，就是讲是安怎吼？台语迄个是安怎是第6条，毋是第几，毋是其他的调，无迄个就是欠迄调就对啊啦。是安怎是第6，毋是欠其他的调。因为咱台湾话吼，迄个调号要排列，伊是照排影像库伫即个4个调落去分的。就是音频，这是第1条；音响第2条；音库第3条；音质第4条。过来就用频第5，用响第6，用库第7，用质第8。拄好台湾话迄个强势，迄个用响就是欠迄条啦，就欠用响迄条，毋才会讲第6条无去咯。第6条到底是要读对啥款？这事实上伊若去问罗港人，伊就会甲你讲第3条甲第7条是共音的，迄是带伊若变调，迄毋才有差别若是讲若是讲迄个啥？若是讲用响第6条的字带罗港腔伊是有家己的一个调。若普通腔伊本来带罗港腔读第6条的字，带普通腔就爱读倒1条。这真侪人拢讲是第2条要毋过事实上是爱读做第7条啦，毋是比如讲鱼仔的鱼带罗港就是读做第6条，要毋过迄是带普通腔是读第7条毋是第2条。迄真侪人有真侪迄个误解安尼。好，过来我想要讲段落拼写的问题，就是有头拄则有人讲腔口要安怎写？我讲一句较无输赢的即句是21世纪吧。咱伫咧创本土语言的课程，地方的认同当已经做时代潮流，大家的腔口绝对是有因的保留价值伫咧啦所以若要甲通行腔也做标准，我也嘛会烦恼讲你通行腔敢会甲所有的资源拢规划旁去安尼啦，甚至会挨着少数腔口的生存空间。我是感觉讲大家的本土语言教材就爱互捌腔口的学者还是民众同齐来参详大家的腔口最正确的读音要毋过我嘛建议讲老师就爱照在地本身的腔口来教，安尼会较好势。毋好听着学生囡仔讲标准化以外的腔口，咱煞家掠做是读进打去。我举英国的例英国伊无标准音，嘛无标准的拼写是安怎那你啥物叫做正确的拼写英国真趣味啦，伊是照我听讲是数电脑修，就是英国发行的数电脑修单字安怎拼无论牌子的拢甲准时正确的拼写。若老师要教腔，要教到底是爱用倒一项腔口，拢在意，拢是正确的，做拢正确的，袂因为你讲的是某咪字来腔口，伊就甲你扣分，袂英国话。我希望讲台湾话会用参像英国安尼，英国因迄边是安怎会安尼因为伊感觉讲政府无资格插语言的代志，语言就爱互伊自然的发展，安尼才会健康。我希望讲台湾话嘛是参像英国安尼。我是感觉讲。多谢。多谢阮先的分享咱今仔日咱就是到这正式来结束所以若要离开的人，你毋免歹势我知影大家已经足晏刷落去咱会阁继续自由发言来讨论，安尼好无
好，安尼多谢大家参加哈。好，是，安尼即摆咱就我要先离开哦，梁光遐，我拄则寄互你遐 link，麻烦你甲打起。哦对，好好，有关医学赶紧台语，阮伫高一用的教材。